Hello，大家好，我係阿 K，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今集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為何會長期持有專門買嚟收息養老嘅核心資產中國移動股票。近排好多人喺我留言區度鬧，話中移動靜過條死魚，升唔起，冇彈性，淨係配做隻冇用嘅養老股。其實你哋真係諗錯晒。而家外面嘅世界亂糟糟，優質資產少到喊。A 股同港股到處都係坑，中移動呢，只睇落好悶好無聊嘅股票，反而係我覺得普通人最穩陣、最瞓得安心、最唔會被人割韭菜嘅選擇。今日呢，集會同大家講清楚中移動到底好喺邊，點解我會揀佢做養老收息嘅核心。下一集就同大家講最實際嘅問題，既然咁好，點樣入場呢？記得順序，先睇完上集再睇下集，咁樣就會睇得更通透。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入主題之前，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頻道同埋開啟通知，咁樣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戶口，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嘅資料。另外，我亦都在另一個平台設有付費會員頻道，主要分享我個人嘅實際操作同投資心得。相關資料同樣放在資訊欄，價錢只係一杯咖啡左右，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支持。好啦，我哋正式開始。首先，我講明我嘅投資目的，我唔需要發大財，唔貪求一年翻幾倍，我自己淨係想要長期穩定、安安定定，將來靠股息過日子。而家全球個大環境大家都知啦，全球動盪，中國經濟增長冇可能返到10年前嘅高速。銀行定存淨係得1.5厘左右，基金輸到喊，短炒更加難過登天。當你去追 AI、追新能源股票呀，入面鬥到你死我活，普通人入去玩，基本上九死一生。正正係現時有一種穩穩陣陣，俾到你5厘股息嘅資產，已經超級有價值。呢間唔係暴利公司，但派息歷史夠穩夠長情，呢啲先係養老投資最需要嘅核心。好多人會問，收息股大把，點解我會偏偏揀中移動？答案好簡單，就係安全壁壘夠硬淨。人只要生存落去，就一定需要溝通，需要通訊。呢個係成個社會最底層嘅需求，永遠唔會消失。你話技術會唔會被取代？會，就好似當年嘅信件同報紙會被淘汰一樣。但通訊行業本身嘅邏輯永遠唔會變。呢度有一個好現實嘅道理，運營商投放咗天文數字嘅資金，係中國建滿咗無數基站，呢啲資產夠晒分散，足夠頂得住天災人禍。通訊呢行講究嘅就係成本同投入，呢啲真金白銀換返嚟嘅能力，邊有話取代就取代？就算有更勁嘅技術出嚟，到最後通訊始終都係民生工程，一定會係國家控制、央企運作。退一萬步講，星鏈如果真係全面成功，最後落地賺錢、穩定執行嘅，都係而家呢班運營商。呢個就係中移動最牢不可破嘅護城河，冇人可以輕易撼動。好啊，再講最現實、大家最關心嘅派息同利潤穩定性。我哋可以拿樓市嚟做個對比，中港樓價點解會集體爆雷呢？核心就係租售比嚴重失衡，泡沫大到癲咗。但偏偏通訊係實打實嘅民生工程，電話費冇太多水分，利潤相當紮實。再加上國內3家運營商其實係同一個體系，市場份額早就分配好晒，因此利潤格局穩到不得了。當大家睇數據就知道，中移動係 A 股市場，已經連續穩定派息4年。港股市場方面更加誇張，由2002年到而家20幾年，派息從來冇斷過，少於井號0。4井號大於。呢4年中港係咩環境？大家會感覺到經濟行情低迷，無數企業業績爆雷，好多人戶口直接腰斬。但中移動係咁艱難嘅環境入面，每年利潤保持平穩，派息1蚊都冇少過。呢份穩陣係成個市場入面極其罕有。再回望遠少少，由2008年到而家，中移動嘅收入由4000億增長到而家嘅1.1萬億。中間因為要持續投入4G、5G 建設，純利潤冇大幅上升，但反而派息一路穩步提升。
2010到2019年派息一直好穩定，2019年之後更加係爆發式上升，2024年再創新高。公司仲公開承諾，2026年會將派息率提升至75%。呢啲完全唔係短期炒作，而係對股東嘅長期回報承諾。就算將來要投入6G、衛星通訊呢類大項目，我自己都唔驚派息會冇。就算真係短暫減少少派息去做資本投資，都係為咗將來可以賺更多錢。仲有好多人話中移動係老餅通訊公司，早就過時啦。呢個真係純嘅偏見。而家嘅中移動早已經唔係淨係靠電話費、流量費賺錢嘅公司，算力、移動雲、AI 基建、數據要素、物聯網，以上呢幾樣，邊個唔係國家戰略級嘅賽道？AI 越火，算力需求就越缺，數字經濟越發展，通訊基建嘅價值就越高。中移動作為數字時代修路、架橋、供電嘅角色，只要賽道夠長、需求夠硬、空間夠大，公司就會愈重要。佢只係低調，唔炒作，唔中意喊口號，一直默默賺錢、默默增長，低調到好多人忽略咗佢嘅成長潛力。講到呢度，大家應該都會明白點解我話唔好再鬧中移動升唔起、無彈性嘅養老股啦。喺 A 股同港股呢個到處係陷阱、到處講古仔、走勢過山車一樣嘅市場入面，要有耐心持有優質股真係難事。你可以嫌佢慢、嫌佢穩，但當你追逐市場上啲大起大落、連環升嘅股票之時，試問最終有幾多人可以穩穩陣陣賺到錢呢？追高會被套，買錯業績，公司爆雷，大股東減持，題材熱潮玩完。經過一輪操作猛如虎，到頭來一望個戶口，原來輸錢。但中移動完全唔同，佢唔爆雷，背後大股東唔減持、唔畫餅、唔搞小動作，接近有10億用戶，5G 基站全球第一，每年1000億級現金流，再加央企背書，基本面硬到鐵一樣。當其他人靠賭、靠炒作，佢靠真實業績、靠穩定賺錢。你以為呢個係弱勢嗎？其實識價值嘅朋友就會知道呢個係無敵嘅安全墊。今集內容暫時到此為止，放心，呢個係上半部分，我只係同大家分享咗我自己相信中移動最核心嘅價值、護城河同穩定性。下集我會同大家繼續分享大家最關心嘅實際問題，呢隻股使唔使等平啲先入場？最後歡迎在留言區同我交流有關中移動嘅話題。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今集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